是圣诗234首。我心实在懊恼。圣234首吼，圣诗234，同齐来。我心实在懊恼，因为上帝大恩，救我生命免得灭亡，诚心去在敬尊。来，第再过一届来，咱说。我心实在懊恼，真在真正大恩，救我生命免得灭亡，诚心实在敬。来，第二再讲嘛咧，来，我地造大慈悲，写我拢无做过，可有个日日照顾有志，我必得到以后。这是咱今仔日要吟圣诗234首，还佫一首是圣诗184。184，上帝疼痛哪会遐大？上帝互咱的疼痛遐尼大，咱要怎样来报答？一首真活泼的歌吼，来，上帝疼痛他会遐大，欢喜喜乐互我，天我比比小看的人。我甲比君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深深我可会伫你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伫到伊日。第10个一届来。上帝疼痛那会遐大，欢喜喜乐互我，天我比比小我的人，互我甲比君我，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那深深我可。会伫你保守，会保守所交托伊的，会保守你到彼日。上帝疼痛哪会遐大？经我卑微小可的人，我会当甲伊群我。咱就因为我知，我所信的救主，若深信我靠，一定将所有的交托伊。伊会保守了咱到永远吼。咱来今仔日的启应文啦吼，咱来大约小复习一下吼。启应文第39篇，启应文39篇吼，咱大家来启应吼。伫将来的日子，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咱拢要比拢总的山岭较悬吼。第二，咱坐声，万国拢会抑我来归伊吼，抑我万国拢会抑我吼，抑我来归伊，会抑出来来归伫上帝吼。万民会来讲，咱来。去上上主的山，来去雅各的山，上帝的殿。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互咱通行伊的路。来，律法会对锡安发出，上主的话会传到耶路撒冷传开。
伊会行伫咧国中施行审判，伫万民中排解争纷，纷争啦吼。过来，伊会将刀拍做犁头，将枪拍做镰啊，就表示讲刀拍做犁头，要做要犁田的迄个器具吼。将枪伫咧战争遮个枪要甲伊拍做镰啊，咧挂稻草的遮个镰啊吼。过来，即国无过举刀攻击迄国，嘛无过学战争啦吼，毋免过咧学战争啊。即国对迄国毋免举刀，检在即马拢用飞弹的吼。我咧读到遮个时阵，我感觉讲，有影咧，即都免举刀啊咧。即马要用啥个？用飞弹、用原子弹弄下去，就大家拢毋免刀啊吼。毋知安尼也袂，上好是毋通安尼啦吼。好来，雅各的家着来，着靠上主的光来行。这是咱今仔日的启蒙文吼，兼在较清楚吼。但是咱有缘照安尼来行，咱今仔日是一个真特别的日子吼，是教会遮的文字传道的事工，伊的奉献主日，咱有得到这个文字事工做上大的，就是咱教会公布的公布社，公布社又派因的牧师吼，黄兰亭吼，黄兰亭牧师，黄兰亭牧师是咱宋五姐诶，伊叫宋五姐，还叫阿姑啦吼，伊算伊诶孙仔辈吼，甲咱内底也足侪个人，拢有亲情关系吼。伊诶爸爸叫做方春生吼，我一个真好真好，真敬畏的一个长辈吼，定定阮做朋友啦吼，是我一个真好的朋友，人大个甲春久吼，彭春久是兄弟吼，所以伊叫彭春久是叫阿杰吼。好，咱来准备咱下载下礼拜。各位兄弟平安，这是请咱起立，咱三甲欢喜来敬拜主。让互咱主一做机会，让互咱主一做机会，让互会听，互咱才做正做一体，让互咱主一做机会，咱大家开嘴大声唱，自他天地咱开始。将地手牵手，全世界拢在听，互咱主一做机会，听互咱主一做机会，听互咱主一做机会。上帝会听，互咱才做正做一体，
也互咱自己做一回，也互咱自己大声唱，爱咱对着咱开始，也对唱开唱，我全世界拢知，也互咱自己做一回。困求主你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困求你带我保护，但是我仍然欠你是正，让我搭你遵守你改变，予我伫黑暗中做光明，你做伊却是迷人，这是我人生白前梦。困求主。困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困求你甲我带个保护，予我仍然欠你是正，让我搭你遵守你改命，予我伫黑暗中做工程。我是迷人，这是我人生白前梦。请坐。每一摆我祈祷，我摇着你的手，祈祷做会事，我的手袂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要山开，道路要铺面，予你高贵恩你。我用祈祷来到你面前，我用祈祷来到你面前，我要追求你，我要踮伫痛苦中间，伫遐我追求你。每一摆我祈祷，我摇着你的手，祈祷做会事，我的手袂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要山开。道路要铺面，予你高贵恩你。我是软弱搁无助，我是软弱搁无助，你是我力量。求你亲切的手引带我就对你得胜，每一摆我祈祷，我摇着你的手，祈祷做会事，我手袂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要山开，道路要铺面，予咱高贵恩你。每一摆我祈祷，每一摆我祈祷，我摇着你的手，祈祷做会事，我手袂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要山开，道路要铺面，予咱高贵恩你。耶稣，你听我。风对倒位来，心情啥人？
我无食，我爱心滚你，照你的旨意，耶稣你听我，互你来引带。对倒来，心情谁人知？耶稣，你听我，耶稣我知影。哦，当时的路。啥人通我靠？耶稣，你听我，我一生滚我，我若孤单无伴，你的话伤我。我若无路通行，你做我牧者，我爱心滚你，爱心滚你，照你的旨意，耶稣你听。我若孤单无伴，你的话伤我。我若无路通行，你做我牧者，我爱心滚你，爱心。照你的旨意，耶稣你听我，互你来引带。耶稣你听我，互你来引带。这是请咱起立。宣调，我要夹目望山，我的帮赞对倒落来。我的帮赞是统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的，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保守你的的确无拄眠。看，保守以色列的也无拄眠，无困去。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要做你的阴影。日时太阳无伤你，暝时月也无害你。耶和华要做你的保护，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到永远。即时咱来强读上帝10条诫命，互咱对咱的人生搁一摆做深深的反省。上帝10条诫，第一诫，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诫，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所有的物，拢毋通做因的像，也毋通敬拜伊，也毋通服侍伊。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断袂用阮用别个上帝批判我。
阮有我的，我规则伊的做，对爸到囝到三四代，听我守我诫命的，我施恩，互伊直到千代。第3诫，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因为滥散称伊的名的，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第4诫，着记得安息日、守日做圣，6日内应该着活，做你一切的工。独独第7日，就是按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即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奴仆、女婢、精生，以及住伫恁中间的出外人，一切的工拢毋通做，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这甲海以及其中的万物，第7日就休。所以耶和华就伫万休日设立伊做圣。第5诫，就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得着久长。第6诫，毋通害死人。第7诫，毋通行奸淫。第8诫，毋通偷窃。第9诫，毋通做假干净陷害你的厝边。第10诫，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也毋通贪你厝边的仆仆、女婢、牛驴，以及厝边一切所有的。愿上帝祝福咱所读伊的10条诫。即时，请坐，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赏赐阮即碟伫好的安息日，阮搁一摆来到聚集伫上帝你的殿里，搁一摆要来敬拜你。阮知今仔日是上帝你所设立的主日，也是文字事工传道的纪念主日。教会公布对这个文字事工有真大的贡献。有真济这个文字，透过文字，互阮会当学习，搁较深，搁较认捌你，也搁较会当对这个文字，这个所报道这个事件，互阮会当搁较了解，这个有关阮信仰的代志，有关阮伫要怎样来看上帝你的话，怎样来体会你的话。这个文字的事工，阮会当有这个机构，互阮会当伫这个文字的传道内底，互阮会当得到利益。阮感谢你，阮也恳求你照顾伫阮教会所要推行的事工，无论是这个常年这个晚年这个这个有关阮的士大人所推这个乐龄这个事工，求上帝你赐福阮所要做的，阮引带阮头前所要行的，拢得到你的看顾照顾伫阮教会拜三的查经以及牧师出国到伫美国。伫遐要为着台湾入联合国这个名义这个事工，求你照顾伊一路平安照顾伊伫所要做的事工，拢得到上帝你的看顾甲引带。阮也恳求你照顾阮所有这个关怀的事工，会当得到上帝你的保守，互阮会当互相关怀、互相相听、互相体会、互相勉励，会当。亲像你疼阮一样，照顾阮机体内底有拄着失丧的，也有拄着真欢喜得着囝儿的求上帝你拢平平保守因互因得着上帝你的祝福，也得着上帝你的安慰。照顾阮所有的事工，拢得着上帝你的带领。照顾阮下早的礼拜，特别。你的圣心入伫阮每一个人的心，甲阮三合做伙，引带阮所敬拜，将一切的荣耀拢归互你。安尼恳求感谢，靠耶稣的名，
阿门。这时，咱来掀开启应文，咱参加来启应。启应文第39篇，启应文第39篇，也就是以赛亚第2章。咱参加来启应。伫将来的日子，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咱这声，万国拢会哇哇来归依。万民会来讲，咱来上上主的山，因为用伊的道路指示咱，律法会对锡安发出，伊会行伫列国中施行审判。伊会将刀拍做犁头，这国无过举刀攻击迄国，雅各的家啊，就来。愿上帝咱祝咱所启应伊的话，即时咱来三甲看。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第10章，马可福音第10章，咱要对46节来看到52节。马可福音第10章46节，因到耶利哥，耶稣甲伊的学生。甲大阵人出耶利哥的时，有底买的囝巴底买，就是痴迷做乞食的，坐伫路边。47节，伊已经听见拿撒勒人耶稣，就哀求讲：代笔的好的耶稣，可怜我。一个人责备伊，甲伊争争。若是伊越发大声哀求讲：代笔的好的啊！可怜我，耶稣停骹讲，叫伊来，就叫亲密人甲伊讲：按你的心起来，伊在叫你啊。50节，伊就放撒伊的衫，跳起来，去就近耶稣。耶稣应伊讲：爱我甲你做甚物？亲密人甲伊讲。拉波尼，我爱得到看见。耶稣甲伊讲：去啊，你的信有救你啦。伊连边得到看见，就伫路里对耶稣圣经读到遮，咱愿上帝祝咱所读伊的话。即时咱来坐读今仔日的金句，也就是咱拄则所读。马可福音第10章52节，咱同齐来读。耶稣甲伊讲：去啊，你的信有救你啦。伊连边得到看见，就伫路里对耶稣，咱读华语一解。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亚斯立刻看见，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愿上帝祝咱所读伊的话。即时学乐来请圣乐队，要吟的诗是哈利路亚，学乐我主。
今仔日是文艺事工的传道奉献主日，咱得到教会广播社黄兰亭牧师伊来咱教会来报告甲请安，以及伊的讲题是用心看记主。各位兄弟平安。真感谢主，我一年拢会当有一遍的机会，代表台湾教会广播社来到永福教会。我来转来到伫即个永福教会吼，我讲转来的意思是讲，因为我是中华教会出身，所以特别转来伫中华地区的时阵，拢特别感受迄款的一个温暖。但是嘛，常常感受讲，奇怪特别到伫中华地区吼，讲道的状况拢特别较无啊好。拢会近乡情怯吼，因为下面大家较侪足侪拢是亲人，无就是看我大汉的吼，一寡长辈，总是会当转来，实在是真快乐一样代志。今仔日我嘛要搁一遍用即个用心看见主，咱做伙来看讲耶稣基督伊安怎帮助一个盲人，一个袂得看到的人，伊安怎受到耶稣基督的一个拯救。即个嘛，真做是真要紧的一个代志，因为咱的生命中，就是因为透过着耶稣基督对咱的一个拯救，总是呢，这甲文字事工嘛有真大一个关系。首先，搁一遍邀请咱做伙来祈祷。是阮的主，万管能上帝，献上阮的感谢。主，阮感谢，搁再感谢，因为阮实在袂堪日，搁较袂堪日。所以，当阮看见着保罗先生伊伫遐咧讲，伊是罪人中的罪人的时阵，阮深深有一种一个体会。他是凭什么，阮会当受到这无限的恩典？总是阮深深知影，这是一个定着，这是你的恩典，这是超越着阮所有阮家己会当想象的。自打这个时刻，也恳求你，互阮搁一遍对这个所领受来的恩典。要透过着圣经顶面的一个教示，帮助阮也会当用即款的一个教示引带带领更较侪人，甲阮三牵手做伙来享受主你无限的恩典。恳求即个时阵，圣神帮助阮，要来领受着圣经的话语，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了解咱拢相信着耶稣基督，是安怎咱相信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帮助咱对黑暗中来得到一款的一个拯救。耶稣基督呢，伊为着要宣扬这个上帝的一个国度，要拯救世间的人脱离这款黑暗甲罪恶。那安尼，伊爱需要做一项代志，什么款的代志？就是亲像圣经顶面所讲的，伊爱死，伊爱透过着这款的死。才会当表明来讲，伊是真正搁活的一个主。所以呢，伊爱死，所以爱行入到伫耶路撒冷城，面对着邪恶势力挑战即条，会当讲是一个不归路啦。总是呢，咱若看到圣经内面，伫耶稣基督伊要到耶路撒冷城进前，伫马太、马可、路加三个福音书内面，拢同款记载同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今仔日咱所看即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啥？这个故事就是讲耶稣基督来医治盲人。虽然迄个时阵讲是痴迷人吼，总是咱随这个时代一个变化的时阵，咱对这个称呼嘛有所改变。所以有当时咱看古早的一个文献记载，咧对原住民讲青番，后来讲这是山地同胞，到后来咱会讲是原住民。所以呢，咱新的译本的时阵嘛讲，这无搁再称呼讲是痴迷人，讲是盲人。耶稣基督要医治这个盲人，这个医治盲人的故事是咧讲，要互因会当看见。那咧迄款对着人伫黑暗中会当看见，这就是耶稣基督伊要做的一个代志。当咱看见就讲，这个伫黑暗中要见到光明吼，伫黑暗中要见到光明是拯救，嘛是一个创造。这款的创造记载伫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第5节。创世纪一开始安怎咧讲呢？
创世纪一开始是讲世间是啥？世间拢一片拢是黑暗啦。人是对黑暗中开始的，人毋是一开始就享受迄个光明，是对黑暗中啊，总是呢，伫黑暗中，上帝要讲有光，啊了后就有光啦。啊，即个光呢，就来表示讲，因为即个就是一个创造，即个创造就讲啊，原本是黑暗，看袂起，有光了后要显示种上帝一个公义的一个存在。嘛，因为即款上帝一个公义，要互咱会当来享受美丽一个新的一个世界。啊，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就是讲文字事工。什么是文字事工？是安怎？哪会讲即个圣饭即个牧师，哪会安尼遮尔袂见效？逐所在拢去讲文字事工，需要咱的关心。就因为真正即个文字事工是帮咱起造咱信仰上基本的一个要素。啊，即个文字事工就亲像耶稣基督咧医治盲人共款，因为咱会当脱离着心灵盲人的一个处境，开启着咱的一个新的一个世界，咱来迎接一个新的一个世界。但今仔日咱的经文一开始伊开始就讲即个盲人，咱来看即个盲人的故事。即个盲人的伊名叫啥？圣经有讲伊名叫啥无？哈？伊敢叫做巴底麦？毋是呢，伊讲。即个人叫做底麦的囝巴底麦啦，讲伊是底麦的囝巴底麦。啊，什么叫做是底麦的囝巴底麦呢？头拄仔课长咧有介绍讲这彭牧师伊的爸爸是彭春生，对，我的老爸叫彭春生啊，所以我细汉的时阵伫中华教会，足侪遮信仰前辈看到我的时阵袂叫我的名呢。看到我就感觉奇怪，我的名，阮爸爸就甲我号做方兰亭，足好听。看到我来，袂甲叫我的名，远远看你来时就讲哎，春生囝来，春生囝来啊！我听到时心肝咧，真爱叫，奇怪，我都有名，安尼要甲叫他春生囝来，春生囝来。迄款的一个感受讲，袂参像是一款安尼，咧对我是毋是咧骗秀？啊，总是后来我知影讲迄是出着因一款的一个关心，一款安尼真趣味对你的一个称呼，讲哎，春生囝来，春生囝来。那现在咱顶再来看讲福音书的作者写直接要写讲即个人呢，底麦的囝巴底麦，啊，你表示啥？哎，好亲像无名，但是呢，伊阁有老爸呢，啊，总是一个老爸，谁哪会安尼？遐尔艰苦沦落，讲爱伫即个路边咧共分场讨食，所以咱看见讲即个盲人，即个巴底麦，伊拄着人生的三个问题。什么款的问题？第一个，伊无法度看见，活伫迄款黑暗中，好亲像看袂起任何一个愿望。第二个问题是啥？伫遐咧共讨食的时阵，伊无一个无生的能力，伊无迄款自家己会当生存的能力。所以第三个部分呢？伊真无尊严，伊失去着人生的一个尊严。但是这三个问题今仔日得到一款的一个改变。咱的人生嘛，常常拄着侪问题。好像是讲咱伫迄个黑暗中咱嘛失去着尊严。但是今仔日咱会当因为记着主耶稣基督来改变，互咱感受着迄款的一个愿望的一个存在。所以咱来看圣经伊安怎写呢？伊写讲即个巴底麦，一个听着讲有一个。拿撒勒的耶稣，伊听见，因为无法度看所以伊听见讲，迄个人迄个拿撒勒的耶稣，是安怎讲叫做拿撒勒的耶稣？拿撒勒伫整个犹太内底一个小小的一个城，讲迄个拿撒勒人耶稣啦，无啥物了不起的啦。但是咱想看觅咧，当这目睭有看见，明明因看见着耶稣基督做真侪医治人的代志。做行真侪神迹，总是咧目睭看到哪咧看咧，伊原对因心目中看起讲，迄个拿撒勒人，迄无啥物货啦，如此安尼啊。但是咱看见着讲，对即个盲人伊无法度看见，但是伊听见，迄款是一个感受，伫心内面伊伊大声伫遐来喊，讲代笔的互的耶稣你可怜我，即个代笔的互的耶稣你可怜我。这是一个弥赛亚的一个名号，这个名号嘛是主耶稣基督伊公开咧表明伊家己本身就是救世主的一个身份，伊是基督是人类独一的一个救主。而且咱看见讲福音书的作者，伊用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来写这个真谛的一个经文，
犹太人无认为拿撒勒会出什么大人物，总是即个目睭看袂见的人，伊用弥赛亚来称呼耶稣基督。互咱大家问一个问题：那安尼，什么人才是盲人？是这有看见的人是盲人，或者是讲即个无看见才是一个盲人？咱最近常常会当听到一句话吼，咱咧讲什么样的人叫不醒？毋是年轻人叫不醒尔啦，讲装睡的人叫不醒。你假困的人吼，你安那个叫都叫袂醒。你明明互你看见吼，你都无相信吼，你嘛看袂见。所以装睡的人叫不醒，不愿承认的人嘛看不见。巴底麦伊甲即个基督来相拄，开启了伊美丽一个新的一个世界。新的世界若开的时阵，人的人生走道得到一个真大的一个改变。而且我一直咧强调讲，伊无名，伊叫巴底麦因为若照伫原文咧写的时讲，即个底麦、巴底麦，迄个巴其实就是讲囝的一个意思啦，吼。所以直接伊讲是底麦的囝，巴底麦。而且咱继续来看，即个圣经在到第10章48节，这个一个真趣味的一个代志，佫发生啊。讲侪人伫遐咧责备伊，讲点点人莫出声啦。当即个巴底麦伫遐咧嚎叫，咧喊讲，代表咧互的耶稣，你可怜我，你救我的时阵，咱甲想看觅咧。如果今仔日有真侪人伫咧内面咧做礼拜，外面有人经过，伫遐咧看，真毋茫讲是毋是会当我来邀请我做伙来享受，甲恁做伙来做礼拜？另外这你也是开大门来欢迎伊，还是伫遐咧喊讲？点点若莫出声，阮咧做礼拜你莫搅扰。你要选择倒一项？奇怪的是安那因的学生竟然是选择迄款莫你莫出声。当时因真惊吓，惊讲伊伫遐大声喊的时阵，来耽误因继续行往耶路撒冷这条路。对耶利哥到耶路撒冷城无甲偌远啊啦，无甲偌远啊，都要到啊。所以呢，伫遮我要邀请咱即咱来看《利马可福音书》第10章内面有记一个故事真趣味。这个真趣味的故事伫第10章第35节，讲耶稣基督有两个学生，西比泰的囝，一个叫做雅各，一个叫约翰。两个人就甲老师的手安尼牵去边仔讲话。老师借一步，咱来讲话甲伊讲啥？讲咱倒要到耶路撒冷城。入去了的时阵，是毋是互阮两个兄弟一个坐倒边，一个坐正边。这个坐倒边参坐正边，它是啥物意思？如果咱用现代一个词句来甲伊看的时阵这个坐倒边甲坐正边，实际我毋知影讲即礼拜行政院长会换赖清德所以这相片是林权的啦坐正边参坐倒边意思讲无安尼一个阮做行政院长，一个做立法院长。安尼好无？哇，当然真好啊！总是耶稣基督对伊的一个反应是啥？讲若要做大的人你要为人洗骹啦。所以咱想看觅，常常伫咱的人生中间有真侪安尼真无法度有较远的一个眼光，去互利益甲咱蒙蔽的时阵所以就会来做即款代志。伫遐主动，真侪人要就近耶稣基督的时阵，点点莫出声。紧互阮到耶路撒冷城，阮要完成阮的一个阮的大业，这较要紧。总是呢，10章49节，看见着耶稣基督伫遐徛住，讲叫伊过来，叫伊过来，叫伊过来。意思当然是咧甲咱讲无任何一只羊仔囝是去互即个牧者来甲伊气杀的，每一个拢是真牧者所安尼惜命命甘宝宝的。而且咱看见着即个盲人，伊随时伫遐着做一个动作，伊将即个外衫着撇咧边无爱掂咱甲想看觅咧，犹太人因穿衫的方式，若较好野的较有的是一领内衫，一领外衫。若较无的应该是干那一领衫尔。我毋知影讲即个盲人，伊到底是一领衫是两领衫？如果伊若是干那一领衫，迄个将迄个衫脱掉是表示啥？伊是赤身裸体呢？总是圣经是无安尼记载，但是咱会当想象，但是会当表明一项代志啥？是咧讲伊将伊上安全、互伊有安全感的物件，伊甲伊放杀，
因为伊知影讲迄个安全的所在伫遐，上有安全感的就是耶稣基督。那安尼我阁邀请咱两兄弟，咱继续阁来看马可福音书第10章内面，马可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对照，这个故事是咧讲吼耶稣基督咧对这学生咧讲，第10章15节，伊就甲讲吼，我实在甲恁讲，既若承接上帝国，无亲像囡仔的，决断袂当入去。是安怎要亲像囡仔？这是我的阿姐吼，甲我表姐细汉的时阵的相片吼。囡仔细汉的时阵吼，伊的安全感伫什么所在？伊的安全感敢毋是伫伊的老爸、伊的老母？会记得我当即个新学院毕业的时阵，伫台中大专学生中心咧服侍。即摆若暗时要去团契的时阵吼，囡仔看到爸爸要出门吼，就开始就哭啊，就甲你扭条条。扭条条，讲爸爸你要去哪里？即摆若大汉无共款啦，甲佮问讲你要去哪里？拢无爱甲你讲啊啦细汉的时阵是甲你扭条条，爸爸你袂使出门。所以咱想看觅咧，讲无亲像迄个囡仔，袂当进到上帝国，就讲你的安全是啥物所在？你的安全感，咱重新来思考。所以咱看讲伫马可福音书第10章，伊的另外一个故事，甲即个对照是讲有一个啥物款的人。有一个好业，佮做官，可能佮生做真缘投，这个人生的成功族呢。不过当耶稣基督讲来对我，将你的拢互送向人的时阵，伊就只好无意就来离开啊。因为遐拢是伊一个互伊有安全感的一个所在，伊无法度来放杀。咱继续倒来看今仔日的一个圣经节，咧甲咱讲巴底麦做这个动作，耶稣基督对伊讲你的信救了你啊！你的信是迄款未看见，亲像盲人未看见，伊就来相信，这表示一款的一个信，这就是信仰上根本的一个所在。这个信仰，互咱看见就讲盲人伊来得到一个改变。咱知伫20世纪上出名一个多重障碍者海伦凯勒这个海伦凯勒伊受教育的时阵，就伫美国波士顿有一间伯金斯学校伫遐咧受教育。伊受教育的时阵，伊后来有讲一个真出名一个名言，伊咧讲信心就是命运的主宰。咱甲想看觅，对一个盲人，一个无法度看见的人，伊来讲出去即句话，讲信心就是命运的一个主宰。就亲像今仔日咱所看这段圣经节同款，这是对着一款信仰来反省着耶稣基督咧对咱讲，因为你的信要救了你。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咱嘛同款。常常咱有看见到侪恶担当的代志，总是咱袂记得讲，迄个无看见的，真做是咱上大的帮助。你的信要救了你。这个图是伫迄个波金斯学校因伫遐帮助真侪盲人会当做运动，所以你看遐有一条绳绳有一个迄个滑轮会当震动。这个盲人虽然因目睭无看见，总是因手划即个滑轮会当安尼足。真正来走标走真紧走真凶拢袂讲会受到什么款的一个伤害。咱看到这个圣经节上落尾是写讲，这个盲人的一个乞者，伊来跟对耶稣基督，伊的人生有一个改变，用心来看见这个新的一个世界。真感谢主，咱咧讲伫黑暗中有拯救，主嘛找见真侪受圣神感动的人，亲像这个巴克勒牧师。伊伫1885年开始来创办即个台湾教会公报伫迄个时阵叫做台湾府城教会报。因为即个台湾府城教会报来帮助咱侪兄弟姊妹，咱的信仰前辈，开始会当家己来读圣经，会当着了解到圣经顶面的一个道理。用即款白日为日的一个方式，敢毋是原来是帮助咱对黑暗中来看见到光明，咱捌真侪道理所以伫遮要向大家做一个报告。台湾教会公报发行132年久，伊对内有教育、信仰反省、沟通、经验分享的功能。咱透过文字，咱嘛会当有一个新的眼光、新的世界，咱来享受到上主创造的公义甲真实。伫遮我来讲一个个人的一个小小一个见证、真实的代志。差不多2个月前，我对即个赖群组咱知咱即摆足侪拢有用手机即个赖群组内面根本是干那一个群组足侪群组
咱咧讲一个消息，讲什么消息呢？写讲吼，台北马偕病院指出，台北马偕医院台北马偕病院指出，讲某一位资深的医师表示，资深医师表示讲即马袂使食沙西米。如果你若食沙西米你这胃的壁会黏即个海藻虫，对你的性命会造成真大的一个危险。看到这消息讲，自细汉食沙西米食到遮大汉这消息到底是真还是假？咱即马咱的生活中，逐工拢受到这真侪无共款的消息，伫遐咧报上的时阵咧做判断，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我看这个消息了的时阵爱看到心真无平安。我就共款发一个消息，发互台北马偕病院董事长刘碧云医师啦虽然伊是咧看减肥的啦总是伊是董事长是代表嘛讲，刘医师我甲你请教者。第一，台北马偕病院敢有发即个消息？第二，台北马偕病院敢有即位资深的医师？第三，我则要甲你请教，若照医学的一个财物常识，敢有影讲真正食沙西米这生鱼片食了有啥物海藻虫黏咧咱的胃壁，造成咱的一个性命一个危险？过了无偌久，马偕病院转伫伊一个官方的一个网站内底做一个公告。讲本病院无传这个消息，本病院嘛无这位资深的医师。第三个部分，有关讲食生鱼片的安那啦，这也无医学会当证实。你影这现代人，咱头拄咧读上帝10条诫，咱拢犯一条诫，倒一条拢咧做假见证，伫遐不断的用手伫遐捏咧，造成真侪人一个困扰，咱咧做假见证。总是伫遮，我要甲大家做一个保证，做一个表示。台湾教会广播社，阮安尼真认真咧报道，就常常大家烦恼讲是毋是报道毋对，是毋是报道造成真侪人的一个困扰。伫遐真注意、真小心，咧用心咧计较这个代志的时阵，总是真望讲咱会当对这个报纸继续支持，互阮会当继续用即款的一个心情来发布更较正确。更较帮助人的一个信用的一个消息。煞接咱嘛要再来看一个宣教师这位宣教师叫做甘威廉甘牧师伫中部地区咱知有真侪人拢知讲甘牧师来创办真侪遮个教会。甘威廉牧师伊是全台湾第一个开始做盲人教育即个牧师。谁会做这个盲人教育呢？因为到逐所在去传扬福音的时阵。有一遍伊到即个北河盐城教会迄个所在做一个姓温的兄弟来问道理啦。这姓温的兄弟伊就目睭无看到，伊就甲问讲：你哪会目睭哪会青面无看见啦？伊讲我哪会知影？我迄目睭去用挖去的啦。我哪会安尼残忍？当时咱如果咱看真侪即个婚姻的关字，也是家己的关字拢会写着讲，伫迄个时阵有吴志哥一阵匪徒，即阵匪徒专门咧做啥物代志呢？专门即个汉文化一个影响讲你若叨伊无好食叨伊补叨伊，所以专门咧共挖目睭啦。讲亲像伊安尼差不多不止100-200个人，甘威廉牧师听甲咧心真酸真艰苦，所以伊就来想讲要安怎，或者个盲人会当伫黑暗中来看见着光明。所以伊来做一个点字用点字的一个方式，这嘛是一个宣教师，伊安怎帮助遐遮弱势，帮助遮智秘世人，伊会当伫黑暗中顶载透过着无共款的一个方式来见着光明。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台湾教会广播社嘛是继续咧扮演着讲要安怎来，互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咱来领受，咱会当有一个新的一个世界。伫广播社咧所咧做就是讲要安怎为文化来改变，即个用文字改变文化，来提升咱的文学，来发展真侪文化创意的遮个产业，帮助真侪人伫伊的人生道路来拄着耶稣基督第一代人的军队，用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仰的方式，会当来接近主。所以，遮我甲大家做一个报告伫广播社目前上要紧的一项代志，就是伫台南门市咧做改建，已经到尾声即个所以伫报纸即马
台南教会广播社台南门市变做是打卡新景点，足侪人拢爱去遐做打卡。因为阮伫门口做这真大本的一个册这真大本的册是咧讲，这册就是一个溃烂。咱若看册，会当亲像骨牌共款将真侪代志拢会甲伊演倒，真大一个溃烂。因为呢，目前根据的统计，每一个台湾人平均一年才看3.4本册啦我顶再甲统计，无遐多。每一个台湾人拢敢若看一本册，这本册叫做面册，就是叫做脸书煞接伫即个另外一边原来台电伫遐刻一个变电箱真歹阮怎甲伊做一个图，甲伊包起来。这是啥物图呢？因为咱知影讲台湾第一台印刷机伊对1880年坐船来到到过当年来到台南的时阵迄个时阵毋是规台呢所以咱讲这是台湾第一台印刷机，这台中的进口零件，台湾组合起来。所以呢，内箱11箱阮将迄个原来11箱的迄款形态甲即个变电箱甲伊包起来包好水水，用这会当对人做一个历史的一个介绍。煞接咱若行到即个1楼阮伫遐开始做一个小型一个博物馆伫遐嘛会当帮展览用即个台湾第一台印刷机的一个复刻版去做印刷体验真欢迎咱永福教会咱会当来野外礼拜嘛来遐看看了解咱的一寡历史，宣教的历史伫今年国际册展，这是台北台北这民视记者去遐顺看看，讲即摆咧册展哪来哪歹看，结果互伊看到一个报，就是即台湾第一台印刷机的一个复刻版看真侪人伫遐排队，所以即个民视专做一条新闻用要4分钟，就是咧共介绍即款的一个介绍，帮咱遐未信的兄弟姊妹，伊就说当时台湾第一台印刷机是印台语的呢，是印白话字的，这是咧印教会内面的代志。感谢主，咱用即款方式，咱当传扬福音。所以即马即台第一台印刷机，阮会做即个复刻版真欢迎大家当来体会使用这是另外一边阮将过去的一寡拍字机啦无论是中文拍字、英文拍字拢甲伊编辑起来。煞接这是伫2楼的所在有做真侪文化创意的一个商品嘛，阁有亲子共读区帮咱这时大人当带囡仔来看册然后内底嘛刻一个铁牛这铁牛是要讲这什么是公平贸易的一个概念什么是讲咱来帮咱这农业的直接的一个产销伫遐嘛有一只十字架桌足大块真长这是毋茫讲每一个人拢会当好好坐伫迄个所在来享受读册一个环境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伫遐嘛会当来啉咖啡啦伫2楼另外一边阮甲伊改甲那亲像即个坐飞机的这头等舱共款我是毋捌坐过飞机的头等舱总是我坐伫遐的时阵，感觉真正哪坐伫飞机的头等舱呢？坐伫遐碰伊会当伫遐真认真安尼看册。这改了的时阵阮一个同工伊就来讲社长咱改甲安尼即马足侪人都若开门了后，就开始坐伫迄个所在，一直伫遐看册看到咱关门一本册拢无买就转去安尼敢好？我讲你甲想看觅。如果一个人若愿意开一天的时间，安静坐伫迄个所在，一直看册，然后看到来，伊的心情快活，伊的人生得到改变，你感觉这较重要是咱卖一本册出去较重要。听了真欢喜对，安尼就是咱安尼就是要帮助人会当来接近主，亲近主，亲近这册本。阮用即款的一个心情，总是伫遮。这已经都9月就这个月开始，就要来做一个登载一个试营试英文真欢迎咱兄弟姊妹人来到广播社，咱做伙来享受这款的一个读册的环境的这款的一个快乐总之嘛需要真大一个经费。伫遮我要代表台湾教会广播社来感谢咱永福教会，咱你对阮的一个好的一个款待，每一年来补阮的不足，补阮的欠缺
互阮伫即个虽然安尼真歹过中间吼，依然感受着迄款一个温暖。啊，这些我代表广播社来向大家说道谢。啊，伫即个咱祈祷了的时阵，我嘛有一段影片5分钟的时间，请咱利用5分钟的时间，当更加来了解目前教会广播社所咧第一要紧的一个细事工。搁一遍来感谢大家，嘛愿主继续祝福带领咱永福教会，亲像今日电台伫即个社区是光是盐，来影响到侪人。咱做伙来祈祷，主献上阮的感谢。你互阮伫心灵上无搁再是茫然，你互阮看见，你开阮的新的世界，互阮要来迎接着生命的换新变化。主感谢你，当侪人无掠做你是要紧的时阵，你互阮知影，阮的信真做是阮上大的保证。阮的信要互阮得到永远活的快乐。主恳求你继续，互阮常常伫阮的心中充满着高跳。阮相信，阮的信确实是真，是善，是水，是无通比拼的。阮为着即个献上阮的感谢，也恳求你继续带领着永福教会做的事工，你来保守着永福教会兄弟姊妹身心灵拢得到保守，因的灵魂精英。也恳求你带领着台湾教会广播社所做的事工，真做正人的帮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台湾教会广播社一直以来毋是用趁钱、盈利咧做目的，所以目前咱所发行真侪刊物，拢是真望讲有钱的教会，你会当加负担来帮衬这弱小教会，有需要看真侪福音刊物的教会，或者是读者，因拢会当做伙来享受这款主的恩典。所以目前台湾教会广播社，咱每一礼拜拢发行超过2万份，咱逐礼拜拢有真侪义工将这个伫遐做打包了，咱送到无共款的一个教会。另外伫咱的更新周刊。更新周刊伊一直是拢真软性，会当透过着真简单的故事，互人参人之间会当来和好。所以目前更新周刊伊每一礼拜拢发行18万份以上。除了这以外，教会广播社嘛不断求新求变。咱除了有出这个新眼光读经手册以外，咱嘛有发行少年新眼光的读经手册。因为咱相信讲透过着读经，甚至是读经的运动，拢会当帮助咱的生命是不断伫遐咧换新。所以这个新眼光读经手册每一季拢发行5万份。所以，阮嘛配合这个新眼光读经手册，伫2017年开始咧发行一个叫做《充满我》，充满我。这个充满我是真望讲，当你咧读经的时阵，你的手嘛会当叮当，你会当将这个圣经内面的话我甲伊抄写落来。所以，阮有发行这个《充满我》。煞接咱嘛看见着伫台湾教会广播社内面的一个刊物，就是亲子报。这个亲子报是真望讲，这个爸爸妈妈你拢会当带着囡仔做伙来看报纸，有一个亲子共读，这增加着讲
彼此之间的一个对话。我想一个信仰的文字的呈现是爱不断来创新，不断来改变，不断来进步。咱一定爱伫这个网络，咱来用这个电子化一个概念，所谓的 TCNN 台湾 Church News Network， 任何的这个电子的一个3C的方式，拢会当伫顶面来看见到台湾教会公报内底所咧，阮的描写的这个新闻。环境会对人带来真大一个改变。如果咱会甲咱的环境用好的时阵，人的心情会做真大一个改变。所以伫台湾教会公报社，阮对即个台人门市开始来做改变，就是望讲即款的环境是咧提升咱的一个读册风气。即个改装是望讲会当做市文运动。所谓的市文运动，就是讲第一，咱咧做一个文字的一个中心，咱来真望讲这是一个改变台湾人文化的一个所在。这个二楼呢，这款的一个设计啊，阮真望讲每一人行入来的人，伊会当伫遮来享受到对这个册本来得到一个感动啊。煞接的真望讲透过伫遮会当有真侪文化创意的这个产品来帮助人，伊的生活中，互生活甲信仰、生活拢完全做一个结合。目前咱嘛将这个地下室是互员工礼拜以外，这个地下室伊永远会当扮演一个展览场的一个角色。阮定定会当举办做这个新册的发表会，嘛会当利用迄个真好一个空间，大家做伙啊，读者、参作者拢做伙伫迄个所在交流甲互动。目前改装到即阵已经是将近需要800万的一个经费。台湾教会公报社虽然是年年难过，年年过，伫经济上一直有真大的负担，总是阮依然坚持要将最文字刊物免费提供予所有想要认捌主的兄弟姊妹。非常感谢主的带领，感谢咱兄弟对阮的支持、关心甲奉献。也请恁继续甲阮为着上帝国的起造，同心来努力。咱会当看到台湾公报社伊对文字事工侪遮个贡献甲印侪遮个册，咱会当咱逐工摕到业力周报内底迄份更新吼，是一个真好的内容咱会当伫遐来看了后，甚至通传互别人，甲咱来享受遮个文章甲遮个见证。这是咱三个来奉献。来吟圣诗234首。奉献进前，我心实在懊恼，因为上帝大恩，叫我性命免得袂无，诚心实意敬尊。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小花龙。
谢谢，请咱即时三甲来奉献。真济，即时来报告甲介绍。咱今仔日拄则已经得到黄牧师伊对文字传道以及广播社遮会推行济事工伫遮来报告，希望咱会当对广播社来关心带导以及甲奉献。咱的奉献单大家拢有分吼，所以若还佫有个人他伫奉献地内底，佫甲落下去吼。咱真多谢彭牧师伊来到咱遮，甲咱请安，咱甲伊说谢。望对文字事工，咱佫较济的资源互因会当，咱袂当做。但是伊替咱咧做吼，希望咱会当为因来祈祷甲奉献。咱今仔日咱献花甲献工分担哦，希望咱家己会看。若较有负担的、排着轮值的，咱会当来照时来工作。第二项报告本会消息。咱下晡1点要伫7楼开中执会，请咱遮的中执来出席。牧师无伫咧，但是会议由小团队来主持。咱礼拜后，这华语礼拜后，因要开伫后礼拜伫要开同工会。咱教会要鼓励遮的升学遮的学生吼，要送纪念品。最主要是送圣经有关鼓励遮个学生会当升学了后，会当继续对圣经搁较济的研究甲研读吼所以国中要送，国中就要送伊中英的对照版吼互因对英语甲中文拢会当读较好高中要送课读本。大学要送在研究吼詹孙诶新古约诶经览啦吼，这是一套诶册吼
咱若假使讲有升学的，才会望对1楼办公室来登记，到7月17，你若无去登记，就表示你放弃吼。再来，咱奖助学金今年的奖助学金对今仔日开始申请，到9月24截止吼。若有疑问的，请对老药尊营长老来问看觅咧吼。咱后礼拜吼，教育部教育组有伫咧举办一个专题演讲，有缘要请赵素阳牧师伫遮来讲解成功神学甲基督徒的社会遮的参与吼。希望咱会当准备时间来参加吼。拜三祈祷会已经开始吼，已经开课吼。伫咧早间即2礼拜头2礼拜牧师出国无伫咧，由小团队来带领吼。即礼拜是要看哥林多13章吼，13章。牧师黄牧师伊要看，伊是2礼拜后吼。特别蹛查考约翰福音黄牧师出国去参加联合国的遮个宣道团吼，要咱台湾会当用台湾的名义来加入联合国遮个有关遮个济遮个事工，咱会当替伊来代祷所有的行程，拢当得到重视，也得到平安安全。然后真好的见证吼，互咱台湾会当，互世界拢会当看见。并且伫9月13要有一场伫咱台湾较早的迄个外双向园吼，就是咱台湾伫遐伫美国的一个足大的迄个外交遐个事务所吼，伫遐来演讲吼，希望要讲的主题是上帝插手政治改造的遮个部分吼，希望咱替伊代祷。小团队伊要遮个传教士的训练，咱来详细看吼。伊即几工若无伫咧，希望对咱在即个长老也是以及咱的第二长老来联络。咱11人伫第四组的关怀遮个会友吼，就是包括下埔里、古义里、阿义里、河潮里、嘉南里、嘉东里、新营里、新华里、万安里、宝埔里遮个会友吼，伫后礼拜要三甲自餐吼，即组的会友。第4组的会友要三甲自餐，希望咱的家长干事来报名，通准备遮个餐点吼。12项咱教会伫9月24要定做咱教会关怀的主日吼。咱有真济遮个活动吼，希望咱家己来看。各组的遮个家长希望会当登记。伫你各组诶，对你各组诶，遮个负责人来甲伊报告啦吼。各组诶分组伫咱诶周报内底拢有吼。你属伫对一组诶，伊就甲你分伫对一组诶吼。若假使讲有疑问，请咱对关怀组阮志凤吼长老来甲伊请问吼。咱10月7日有要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要邀请遮个青少年来参加遮个圣餐伫辅导以及家长的辅导下面来参加遮个圣餐啦吼。迄个用意，咱家己来看内底内容。咱教会敬拜的家己训练已经开始吼。其他遮个有关金陵协会的消息，咱。有足济个活动吼，经路的养生啦吼，甲社区的关怀，以及遮赞美操吼，即摆已经对拜五改来伫
拜二啦吼，下早是9:15到10:15。这礼拜就是过来迄2天吼，这礼拜拜二因的老师去台北受训吼，所以后礼拜就这礼拜的拜二，迄个赞美操9:10遐暂停一届吼。乐龄这课程吼，嘛咱家己来看，拢刻伫下骹吼。节目表迄个课程表拢刻伫下骹。具体的消息咱真欢喜李杰峰兄弟甲郭水玲姊妹因伫9月7有得到一个上帝所赏赐，因一个查某婴愿上帝赐福伫因。还佫有一位第2项，就是咱黄瑞老师甲俊如兄弟伊的妈妈邱大芬姐已经伫9月7受主恩调安乐主怀。咱伫9月23要伫1楼9月23伫9:20要伫1楼举行伊的一念献花礼拜，10点要伫咱3楼遮来举行告别礼拜。嘛，咱有时间呢，三个来关心三个来代祷求上帝安慰伫因。伊然后要送去火葬场吼，然后才找一天要安放伫石牌坑的公墓。其他团契的消息内底亲密团契啦、酒精团欠团员啦吼，圣经学院这嘛咱家己来看。教界的消息就是咱今年是总和的传道年吼，咱101的信仰，嘛咱会当继续实行。代祷的事项，请为着一人咱永福的每一个分子来祈祷，咱社区的服务，以及特别为着这个年纪较大的身体较衰弱的这兄弟姊妹来代祷，嘛上帝的安慰，上帝的医疗，上帝亲自的医治伫因的身上。其他方面的报告甲音乐会的报告，请咱家己来看。以上报告。这是咱来吟圣诗184首，上帝疼痛，他会遐大。圣诗184首，上帝疼痛，他会遐大。欢喜喜乐互我，见我卑微小可的人，互我甲伊群我，咱起立来吟全首。愿
咱三甲来领受。当你已经听见着圣经顶面的教示，就知神要来救了恁每一人。只是我也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通好胆安尼讲，恁通平平安安出去。我将恁交伫疼人主耶稣基督的怀抱。愿创造天地万物上帝恩典，甲恁大家三脚伫地。愿为人牺牲定死十字架顶，显明是永远活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救恩，甲恁大家三脚伫地。也愿即时借着圣神，亲像老爸、亲像老母牵细囝的手一样，行伫正直的路，要到永世代无尽。阿们。遮济未得避讳